第11章，耶稣吩咐完12个学生，就离开迄位，去逐个城去传道教示人。约翰伫家内听见基督所做的事，就找2个学生去，问伊讲：迄个特别来的是你嘛？还是阮听候别人呢？耶稣应讲：恁去将所听见、所看见的事，甲约翰讲，就是青面的看见，摆骹的行，太高的清气，臭鱼的听见，死人搁活，送向人有福音传福音。凡若无因为我跋倒的，就有福气。因行的时阵，耶稣就对众人讲论约翰讲：恁从前出到旷野，是要看什么呢？要看风吹动的芦苇吗？恁出去到底是要看什么呢？是要看穿幼嫩的衣服的人吗？迄个穿幼嫩的衫的人是伫王宫内。恁出去究竟是为什么呢？是要看先知嘛？我甲恁讲，是伊比先知大得多。圣经记着讲，我要差遣我的使者，伫你面前有备道路。所讲的就是这个人。我实在甲恁讲，凡若妇人人所生的，无一个兴起来大过行洗礼约翰，总是天国内面第一岁比伊搁较大。对行洗礼约翰的时阵，直到如今，天国是出力进入的人，出力的人就得着。因为众先知甲律法讲有言，到约翰为止。恁若肯领受，这个人就是迄个应该来的以利亚。有耳孔通听的，就应当听。我通用什么譬如这个世代呢？亲像囡仔坐伫鸡翅的顶面，招呼东伴讲：阮向恁分达啦，恁无跳舞；阮向恁求爱，恁无对象。约翰来了，也无食，也无啉。人就讲伊是互鬼附着的。人子来，也食也啉。人佫讲伊是贪食好酒的人，是细腻甲做人的朋友，总是智慧的囝，总掠智慧做着。耶稣伫这个城中行真多的异能，遐个城的人到尾无悔改，就伫迄时阵责备因讲：哥列信啊，恁有才会；伯赛大啊，你有才会。因为伫恁中间所行的异能，若行伫吹罗西顿，伊早已经披麻蒙灰悔改。独我甲恁讲，当审判的日子，吹罗西顿所受的，比恁较容易受呢。迦百农啊，你已经上到天顶，将来的确坠落阴间。因为伫你遐所行的异能，若行伫索多玛，伊还通存到今仔日。独我甲恁讲，当审判的日子，索多玛所受的，比恁较容易受呢。迄时耶稣讲：爸啊，天地的主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将这个事向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，向婴仔就显出来。爸啊，是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安尼，
一切所有诶，拢是我诶爸交付我诶。除了爸，无人知影囝；除了囝所愿意指示诶，无人知影爸。凡那劳苦担重担诶人，通到我遮来，我就互恁得安息。我心内柔和谦卑，恁着背我诶担，学我诶款式，安尼恁心内就的确享受安息。因为我诶担是容易诶，我诶担是轻省诶。